上，我们用撒迦利亚书第4章1到8节这段经文，一起来跟大家勉励。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撒迦利亚书4章1到8节。一起来读来。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出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金色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宇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只读到第7节。在釜山有一位牧师，他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教会呢，能够做350个。可是那时候他是传道人，他到教会的时候，只有35个人在做礼拜。那他就每天在神的面前祷告，他很早就起来祷告。祷告之后呢，人数没有什么增加。一位教会的女长老就来告诉他说：“传道，你要让我们教会的人数增加你要跪在每一个座位的前面这样流泪祷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教会一定会坐满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位正传道他就每天跪在台前祷告。他说：“我的眼泪会流到每一个椅子上去。我会看到每一个椅子都会坐着人在做礼拜。”各位弟兄姐妹，他真的这样祷告了，他真的流泪祷告了，他就看见350个座位，在3个月之后呢，已经坐了150个人，经过了半年，坐了300个人，经过了1年之后，坐满了350个人。韩国的牧师叫做郑碧涛牧师，他是长老教会的牧师。你不要以为说长老教会在韩国没有什么名气，长老教会仍然是韩国最大的教会，人数最多的教会。这位郑碧涛牧师呢，他的教会叫做水银路教会，水银路水银路，我不知道是以前海军的地盘是不是？水银路教会现在超过8万人在做礼拜。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开始呢，我们要请大家为你前面、左右还有空位的，我们就为他来祷告，让所有的人都坐满这些空位，好不好？好。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请你自己就祷告了，为旁边、为前后左右还空的位置祷告。谢谢。我没有看见。我们有信心看见。
些空位不久就坐满，是我们自己去邀请。我们相信，当我们陷入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时候，你要带领这个教会，带领这个敬拜，坐满人。我们座位不但要坐满人，我们还要摆上更多的座位，我们要增加座位，而且每一个增加的座位都坐满。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圣殿里面真的坐满了。主，求你看你眼睛，让我们用信心去看见，我们不久就要坐满了。主，不只是我们祷告，也让我们开始行动。圣灵啊，求你来，让我们开始行动。这个圣殿要坐满人，要坐满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看见了，看见了。很多人因为我们的热忱，都已经进到这个里面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孩子的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的人生会遇到许多的问题，从一般的问题到棘手的问题，每天都会有大大小小的问题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对不对？对不对？对。几年前的10月5号到7号，韩国的洪英基牧师，那个是全世界第一流的神学院硕士班第1名，博士班也是第1名的韩国的牧师，他带领48个人来到台湾做 MTS， 就是信徒学校。信徒学校以后，我们教会也会做信徒学校，从信徒到门徒，从门徒到侍奉者，会做这样子的训练。那么他来飞机还在半空中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大的这种乱流，机上的人，所有的人呢都很紧张啊，因为突然间人就会飞起来，又会摔下来，大家就很紧张。48个人呢，其中大部分都是牧师。那一段时间，大家就在想说：会死吗？飞机会摔下去吗？但是洪基牧师他相信，他说：我们对台湾有使命，因为有使命，所以我们不会死，我们不会蒙召，因为使命没有完毕，你不会回家。跟前后所有的弟兄姐妹说：使命没有完毕，你不会回家了。使命没有完毕，你不会回家。每天有几十万人要离开这个世界哦，天使每天忙翻了，上帝每天要决定哪些人可以进天堂，所以上帝也很忙。可是我们要有认知，我们的生命是为了我的使命，你的生命是为了你的使命。跟旁边前后左的人说，你的生命是为了你的使命，你的生命是为了你的使命。许多人常常小看自己。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神看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宝贝。告诉旁边前后左右人说：你是神的宝贝，你是神的宝贝。阿们。难道只有玫瑰花才是花吗？银芽花也是花呢。难道只有玫瑰花才可以美化环境吗？我告诉你们，银芽花也比玫瑰花更能美化环境。我在高雄市市政府旁边，那个花圃，那个道路都有花圃。花圃你看，他不种玫瑰花，因为玫瑰花太贵，玫瑰花要下肥料，对不对？这个肥料一下就会变得很臭。可是这些的花圃都种满了银芽灰，一望，哎呀，真的很漂亮，圆圆的，紫红色的，太漂亮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自己，银芽灰也有它的使命，所以我们必须以神的观点重新来看自己，直视自己，爱自己。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过喜乐的生活，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使命。你们要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还有什么？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17、18，最后18节说，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各位，里面就是我们的使命了。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过喜乐的生活，跟前后左右弟兄姐妹说，我们要过喜乐的生活。我们要过喜乐的生活。你的问题是上帝给你的使命，我的问题也是上帝给我的使命。就像重建耶路撒冷是上帝给以色列民的使命一样的。可是以色列百姓说：“哎呀，那是不可能的啦。”所以呢，他们就懒惰了。这个时候呢，神就差一个先知，老先知哈该过来帮忙他们。2个月之后，就派一个年轻的监师，就是撒迦利亚，来鼓励他们。我们要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来重建神的殿。那么，撒迦利亚一共记载8个异象，第4章是第5个异象，就是金灯台的异象。这个灯台呢，上面有7盏灯，每盏灯都有7个灯芯，每个灯芯都有管子相接相通。那么它们的左右还有2棵橄榄树。那么这个景象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在代表神荣耀圣洁的教会，是表示神的圣殿要被完成。当完成的时候，灯台就要照亮所有黑暗的地方，让他们成为光明。金灯台是代表荣耀的塑造及地位。你是金灯台哦，告诉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你是金灯台哦，你是金灯台哦。灯台上的灯盏是代表荣耀的塑造与地位的功能会发光，所以会发光啊。启示录第1章告诉我们，金灯台就是上帝的教会。彼得前书2章第5节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来：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神的殿就在你们心里面，可是有人的殿被拆毁，有的是被自己毁坏，所以要重新建造。当归国的以色列人关心自己的一切，他们就把神的事情疏忽了，把重建圣殿的这个事情呢，就忽略了，放下来了。因此，他们的四周围全部都充满了黑暗。现在的信徒也是一样，当你关心属世的事情太多，关心属灵的事情太少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充满黑暗。不要忘记，黑暗是从你自己来的。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如果没有建造好，你的眼前会是一片黑暗。如果把上帝的殿重新建造起来，则灯台的灯就要重新照亮。不管世界如何的黑暗，神的光在我们里面就可以胜过任何黑暗。圣殿建好了，神的荣耀就要充满。从第1节我们就看到，先知被叫醒。叫醒不是说他在睡觉，不是，他其实是在灵修了。灵修就进入什么？进入一个灵里的祷告，很重要，对不对？犹大书第20节，你们要在圣灵里祷告。以弗所书第6章18节也是一样的，你们要用所有的时间、精力、毅力为所有的信徒祷告。哇，这祷告我们还要做很多的训练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被叫醒，不是说他在睡觉，而是他在灵修的时候，他的眼睛就被神打开了，被圣灵打开了。可是他看到那个异象之后，仍然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清楚。那么，就像他所考虑的事情，只是说，我们的圣殿要重建，这是多么大的事情，是像大山那般的困难，我们要如何做呢？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先知。现在的信徒也是一样的，当经济风暴来的时候，信心就软弱了。各位弟兄姐妹，你眼前的大山是什么？
你眼前看见的大山是怎样的大山？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借着这个大山来看到神的应许啊？你看见什么？今天我就是用这个题目和大家一起思考。你看见什么？一件事情，个人所见不同。有的人看到是地狱，有的人看到是天堂。当达尔文他研究他的进化论的时候，他从Hugo岛回到英国，他在一个大学里面演讲。演讲之后呢，一个记者问他说：“达尔文先生，你看Hugo岛的这个百姓怎么样？”他说：“哎呀，如果要我去教导那个百姓哦，我才不去呢！我宁可在伦敦的街上教一条狗。”是不是非常的鄙视这些Hugo岛的人？可是当场有一位神学院刚毕业的学生哦，他叫 Tom Bridge， 汤乔啊，他就听到之后，他看见，他回去就跟他的院长讲说，请派我到Hugo岛去。当他到Hugo岛的时候，他就教导岛上那些百姓如何照英国的方式去做，去种花，去建筑，去开道路，去铺石头路。12年后，达尔文第2次踏上Hugo岛。当他踏上这个Hugo岛的时候呢，他吓一跳，哎呦，怎么全部的环境都变了？到处鸟语花香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个传言告诉他，也是从我们英国来的一个牧师，叫做 Tom Bridge。12年的教化，你看，Hugo岛全部都变成基督徒，全部的百姓都被他领导，成为建造这个Hugo岛，成为一个美丽的岛屿。各位弟兄姐妹，达尔文一个没有神的人，他看见什么？看见是地狱。可是Tom Bridge这位牧师，他看到的是天堂。你看到的是羞辱或者是荣耀。一个没有希望的病症，发生在印尼泗水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他一次可以坐满25000人，一次可以坐满25000人。他的牧师叫做亚伯拉罕·艾利克斯。有一次，他就请赵雍基牧师去那边陪礼嘛。张基牧师跟他吃饭，他说：“哎，亚伯拉罕为什么没有看到你的儿子来一起吃饭？”他说：“哎呦，我那个儿子哦，真的是我的羞辱啊！他怎么能够可以见客人呢？”我们这个印尼所有的回教徒都笑我，说：“如果你信的上帝是真的，为什么让你生一个脑性麻痹的儿子？”张基牧说：“没有关系，请他出来，我们替他祷告。”你知道脑性麻痹，你知道哈？一句话讲了很久，这爸爸讲很久，他可能不是叫爸爸，他叫大大，是这样子，非常的困难的讲话。张基牧师就当场就为他祷告之后呢，病有没有好啊？没有好了，还是一样。那么张基牧师跟这个艾利克斯牧师说：“你每天一定要为他祷告。”啊，有啊，我每天为他祷告，我常常为他祷告。那么艾利克斯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就先打开他的儿子的书房，然后他儿子会回头看一下，叫他大大，不是叫爸爸哦，他就怎么样？很失望，又把门关上。祷告1个月、2个月、3个月，这个孩子没有恢复，没有正常，他就打电话到韩国去了。我赵牧师，孩子还是那样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继续祷告。你要透过十字架来祷告。耶稣基督他受刑罚，我们得什么？平安，要背哦。他受鞭伤，我们得什么？医治，很好。所以你要透过十字架来祷告。这个亚伯拉牧师就
透过十字架去祷告。主啊，你已经受鞭伤，我的孩子你一定要医治了，这是你的应许。隔没有多久，一个早上，这个亚伯拉牧师去看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呢回过头来说：“爸爸早。”吓一跳，爸爸早，嚯，恢复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看到的是羞辱，赵牧师看到的是荣耀，要借着他的恢复来荣耀上帝。经济太萧条，你看到你的前途是黑暗或者是光明。十几年前从香港传来一句话，每到过年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到说心想事成啊，对不对？就是你心里想的事情一定会成就了。可是现在大家都不敢讲了哦，因为从经济风暴之后，台湾有很多人真的是心想事成，你知道吗？薪水变成事成而已。这个时候呢，不是只有台湾受到冲击啊？为什么？全世界都受到冲击。在韩国呢，他比我们更早，他在台湾受冲击之后，他们已经开始在裁员了。那么有一个郑文子弟兄，他就被遣散，遣散费500块美金，大概是15000块台币。他很自卑呢。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竟然被遣散，哎呀，我对不起主啊！”可是他想自杀哦。他跟他太太说：“哎，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希望了。”可是他在想自杀的时候，突然间想到礼拜天牧师讲的一句话，所以你们一定要听他的讲道。他说：“不要被虚无所迷惑，不要看环境，要绝对以正面的信心来依靠神。”他就跟他的太太，跟2个儿子都是读国中的，说：“好吧，我们重新开始，就在家里面做家庭的电器业，这样每赚了一些钱就不管多少，做1/10奉献。”不久，他的公司越来越大，他自己就创办一个公司，叫做 A-Real。这个公司到目前是韩国一家非常大的电子公司、电器公司。它每年的营业额收入是9000万，9000万不是韩元啊，韩元比台湾的都想对不对？是9000万美金啊！各位弟兄姐妹，这个郑文子后来就成为执事，成为长老。各位兄弟，为什么同一件事情，人所见的不一样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圣灵。圣灵，他有没有开过你的眼睛？有没有？你看见的是金灯台还是大山？许多的信徒有不少烦恼，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不对？有婚姻的烦恼，比较年长有子女的烦恼，你们还有学业的烦恼，出社会还有事业的烦恼。当今社会当中还存在许多的躁郁症、精神分裂症、忧郁症、心理伤害等等的阴影。许多人看见这些事情都像重重的大山，这是困难重重的大山。要看见金灯台，必须要先祷告。跟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要看到金灯台，必须要先祷告。要看到金灯台，必须要先祷告。借由祷告，我们知道圣灵的供应是不断的。那么，我们得到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灵的供应是真的不断的。第6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很多的人都会背这一节经文，对不对？来背试看，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的灵是谁啊？圣灵啊，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就是上帝的灵。依靠圣灵才可以成事。可是我们念了之后呢，我们还是没有依靠圣灵哎，所以我们的困难还是重重啊，对不对？你有依靠圣灵吗？
有吗？有依靠神，你绝对不会困难重重，因为圣灵一定会替你开路。为什么还是困难重重？因为他的想法没有改变啊。曾经，上帝到过印度，他看到，哎呀，这个印度人都不信耶稣，印度人很少信耶稣。可是我告诉大家，去年就有一个印度的这些不是和尚，他们的那些比较高阶层的法师就讲说，到2050年，印度人会有50%信耶稣。他们已经在警觉了，你知道吗？福音真的传在印度，可是那时候上帝去的时候，却看到到处都是乞丐，所以他就对一个乞丐说：“哎呀，你很可怜，我是上帝创造宇宙的神，我给你3个愿望，你要什么，你就讲啊，我会给你的。”那个乞丐呢，看了一下说：“你是上帝吗？好了，如果你是上帝哦，就把我这个破碗哦。”变成一个新的大碗，他刚讲完，砰，就变成新的大碗。那么上帝说，你还有2个愿望，你可以求，什么都会给你。这个乞丐他想，哎呦，这个大碗还是会摔破，对不对？还是会打破哦。所以呢，这个大碗如果变成不锈钢的多好。他说，如果你是上帝，你就把这个大碗变成不锈钢的大碗，好不好？他一讲完了，砰，就变成一个不锈钢的大碗，摔不破，对不对？那上帝说，很着急呢。上帝听到他说，只剩下1个愿望，你要想好哦，想好再讲哦。那乞丐他怎么想？我这个不锈钢的碗虽然是很好，可是早上我如果去跟他要点东西的时候，对不对？到了晚上就会冷了。他头脑也还不错，说如果它是个不锈钢的保温碗，那会多好啊！他就不加思索跟上帝说：“我需要的是一个不锈钢的什么保温碗啊！”上帝叹了一口气，他刚讲完，那个不锈钢的碗就变成保温的碗。我们都觉得很好笑，是不是？各位弟兄姐妹，那个乞丐就是我们啊，那就是我们。他为什么一直在碗上面做文章？因为他当了一辈子的乞丐，他的思想都是乞丐思想。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啊？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的思想有没有改变啊？我们都像这个乞丐一样，思想没有改变。所以跟神要的，神都是为我们着急。就像保罗所说的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你们怎么样祷告啊，为我们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是教会的领袖、公司的负责人、部门的主管，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有意向，你的想法必须要先改变，你的想法必须要先改变。如果你不改变你的想法，往后的日子你还是一样的。你还是会困难重重，可是你必须开始用神的思想来想，你的思想必须要改变。在你身上，你一定要开始用上帝的思想来思想，这样子你就会有神的使命和能力加在你的身上。请跟前面所有的弟兄姐妹说，你要开始用神的思想来思想，你要开始用神的思想来思想。当我们看到这些金灯台的两旁的那一棵橄榄树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以今天我们的对这个圣经的见解，那个已经不是代表旧约时代的祭司跟所罗巴伯那个省长，不是的。在新约时代上，耶稣已经把他的圣灵给我们，他最好的礼物圣灵给我们，那么会接到我们是灯台啊，会接到我们每一个灯台上面。所以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膏油流到我们身上来。当上帝把圣灵的膏油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灯就有油过，并且灯就亮了。圣灵把他的膏油膏在人的身上的时候，这个人就要发光。可是我们看到今天许多的信徒，他们是在黑暗当中，因为
竞争，因为所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利害关系，并没有得到圣灵的膏油。没有圣灵膏油的人，没有圣灵膏抹的人，不会发光。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圣灵来得到应许，因为只有圣灵能够供应源源不断的油在我们的身上。当圣灵膏抹你的时候，你的灵眼就会被打开，你就看不见大山，只看见金灯台发光。这个光要照在周围，神的荣耀就要充满。因此，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求你将圣灵的膏油加在我身上，我们就会有荣耀的塑造及地位，带着发光的功能来荣耀神。请再次举起你祝的手来祝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圣灵的膏油要膏抹在你身上，圣灵的膏油要膏抹在你身上。你要为神发光，你要为神发光。当人领受圣灵的膏油的时候，他就能够看见异象，就像撒迦利亚一样。你不要以为你不能看见异象，会看见的。跟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你会看见异象的，你会看见异象的。我们既然教会明年就50周年，年轻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我的2个小孩，陈敏哲长老还有陈义哲长老，他们都当长老，40几年来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当然是更久了。可是我们期待迦南教会怎么样子呢？你看我们迦南教会有很好的传统呢，有很好的、很优秀的传道人呢，还有很优秀的长老执事和同工团队，像你们刚在唱歌的这些敬拜赞美团，嘿，这都是很好的、很优秀的同工团队。可是今后我们要如何发展？你今天要怎么去发展？各位弟兄姐妹，就看见什么。从今天开始，你开始要用神的想法来祷告。你以神的想法去看见的时候，以神的思想去看见的时候，神就要赐信心给你去领受，你的祷告就必成就。不仅现在3场的人要做满哦，我们今天是第1场，对不对？明天早上8点还有1场，我会来讲带来幸福的思想。第2场台语也是讲带来幸福的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要改变啊。那么怎么变？明天早上你就会揭晓了。我们会看到，我们不仅有3场礼拜，我们会有10场的礼拜，每1场都要坐满人。我们的教会明年会上1000人啊！跟前后左右弟兄姐妹说，我们教会明年会坐满1000人。我们教会明年会装满1000人。10场礼拜都一样，都坐得满满的。阿妹，很有信心。你不要说，哎，我光嘴巴讲啊，开始要行动了啦，各位弟兄姐妹。我认识韩国一位年轻的牧师，叫李章硕牧师，他建了一个新堂，可以坐1500人，很大嘛，对不对？可是他的信徒只有750个人。他的教会有一个女长老哦，她跟他的先生，他先生是这个牙医副教授，他跟他的牙医副教授的先生说：“哎呀，老公，我当长老当那么久，可是你都没有一次跟我去教会了。你要给我一点点面子嘛，对不对？让跟我去教会一次嘛。不然我当了长老，你都还没有去教会，我很丢脸呢。那天这个他的这个长老公啊，长老的老公啊，对，长老公，心情很好。好吧，今天我就跟你去教会好了。哇，李章硕牧师他是什么？牛津神学院的硕士，这个道学硕士哦，很优秀的牧师哦。他能讲到，他也不晓得说，有什么人来啊？他只知道要等一下才知道有新人来，对不对？他就开始讲到之后呢，哇，这个教授很感动哎。他在讲牧师讲到祷告之后，他说，牧师下来就说在礼拜中有人举手报案，这是第一招了哈。又是坐在长老的旁边，这个
长老公了，不知道讲什么话。然后请问你有什么问题？他说后面那个750个座位为什么没有坐满人？哎呀，耶稣基督的道理这么好，怎么没有坐满人呢？他说因为我们的信徒还没有足够努力让这个教会坐满。我们现在有750位信徒，后面那边750个空座位的，当然以后会坐满的。你知道这个教授他怎么讲？不是750个人我包了啊，真的呢。他说牧师750个人我包了。他是大学教授对不对？他去那边哦，去教学的时候，他是牙科医师嘛。各位同学，明天都要到某要去做礼拜哈，没有去的人全当。这句话是我加的，大家要去吗？然后以前打麻将的这个麻将友啊，哎呦，不打了。哇，那个基督教的真理那么好，哎，各位朋友，我们一起去听道，去听讲道，多棒！你知道不？你不听你不晓得嘞。他这个传道的方式哦，很特殊。他到礼拜六就一个打电话，一个抓得很紧哦。那个李章硕牧师说，这个是叫做土狗式的传福音方法。土狗式的，为什么？韩国的土狗也很厉害的，他一咬住的话就怎么样？不放的。各位弟兄姐妹，请发挥你们土狗式的传福音方法，跟旁边前后左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发挥土狗式的传福音方法，来，我们要发挥土狗式的传福音方法。每个礼拜，我们是礼拜六，每个礼拜五，你们就要开始打电话，紧迫盯人，咬住不放，直到他来到教会。我跟你讲哦，没有半年，这个教会真的坐满1500人呢，满满的呢。新的会堂没有多久，竟然坐满1500人。李章硕牧师来教我们 MTS 门徒训练学校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各位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哦，要发挥哦，不是就听到哦，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对不对？今天你们都听到了哦，但是要行道，要行出来。下个礼拜开始，你就去邀你的朋友，并且用土狗式的方法把他带来。诺曼皮尔博士，他是研究这个老鹰，他研究了，他甚至爬到这个悬崖去拿下这个老鹰的蛋。他拿下来之后呢，当然有时候拿回去煮了。有一次他就异想天开说，我把这个老鹰的蛋放在这个母鸡的蛋里面去让它孵，不知道会怎么样哦。哎，不久了，那个蛋哦，当然老鹰的蛋哦，母鸡的鸡蛋是孵21天嘛，对不对？老鹰的蛋要孵35天，哦，这个很奇妙的哦，这个蛋的孵出来都跟鸡有关系哦，孵了35天，最后出来，最后出来那只鸡哦很大，其实它不是鸡啊，对不对？然后它力气又很大，很壮，什么东西饲料一来，它都它那个2个翅膀这边一闪那边一闪，它就先吃了，所以越吃越大。有一天呢，它那个翅膀就长出来了，然后他看来看去，我这些弟兄姐妹都不像我嘞，好像天上那个飞的那个还比较像我嘞。他说，他们为什么会在上面啊？我为什么要在下面啊？他就把翅膀伸开来的，摇看啊，这个脚会浮起来哦。然后他第2天又摇，这会浮起来哦，越浮越高哦，最后是怎么样？飞上天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你的观念要改呀！你不是属地面的啦，你是属哪里的？大声一点！属天上的子民啊！你们是天国的子民，是属天的子民，不是世界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用新的身份来生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一起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第4章第6节，对不对？
可是下一节更重要。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将成为平地。一起来念来，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将成为平地。我们把它说，你要成为平地。好，现在把所罗巴伯拿掉，换上你自己的名字，因为上帝不是只有光对所罗巴伯讲啊，对不对？光对所罗巴伯讲就没有意思的。刚刚我们读罗马书说，对不对？说那个因信称义不是对亚伯拉罕讲，还对谁讲啊？对后代我们这些基督徒讲，对不对？所以这句话也是对你讲的。一起来把所罗巴伯拿掉。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我城市里面前，你将成为平地。你要成为平地，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好不好？来试试看，预备，来，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我，你要大声一点，好像没有勇气。还有什么勇士啊？勇士中的勇士哎，把你勇士的精神拿出来。再一次来，换上你的名字。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这样宣告，因为这是上帝对你讲的，不只是对所罗巴伯讲的。预备来，预备来，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我神的面前，你要成为平地。当你这样子宣告的时候，神就会祝福你，你的一生不会再困难重重，你的一生会走在很平坦的路上，因为什么大山在人面前都要成为平地。有没有阿们啊？圣灵要与你同行，圣灵要加添给你力量，你在以后的日子，你都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跟前面所有弟兄姐妹讲说，你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阿们。愿上帝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敬拜的人上来，请进。